咁今集就想講下去旅行點樣可以都減到肥，瘦住咁翻嚟啦。咁啊疏鳩我都懶得出呢個減肥 vlog，咁但係如果有留意我 story 都知我其實都 keep 住減緊肥。咁我不如 cross over 埋呢個健康選擇師咁出啦。咁我今次係想講去旅行點減肥呢？就係其實你去旅行應該玩多啲運動咯。其實好撚好玩嘅，即係你去玩多啲嗰啲蛙艇啊、高卡車啊嗰啲，其實好大消耗噶嘛。或者玩下跳彈床咯。不過我玩跳彈床啊，俾個僆仔笑鳩我，見到佢哋陰陰嘴笑，心諗可能佢哋心諗呢個30歲嘅大叔自己喺度跳乜鳩咁樣嗰啲。咁你每日揾一兩個呢啲咁嘅運動玩1-2個鐘，其實你都真係可以 keep 住瘦到落去。咁同埋我大部分地方我都會行，即係我都會行路去咯。有時行2-3個鐘去到景點，我都係咁樣行。咁但係你呢2-3個鐘，可能你會見到好多得意嘢，可能你又見到啲越南嘅兩餸飯啊，或者見到架肥過衛蘭嘅電單車啊咁咯。咁你再瘋狂飲水咁樣，其實你呢個節奏係隨時都可以瘦住咁翻嚟。咁所以尤其係啲貪靚嘅女仔，真係可以參考下。